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决定副手人选是张善政，今日伫高雄市的议会嘛变成这阵的焦点。另外议员和这个张善政三个新的外号，讲是一直替韩国瑜选后的张善后，以及九日共识立场摇摆不定的张善变，也有最后才被经上这备胎人选的张善忠。另外这个议员康如成嘛，针对南港合体争议提出质询，和这个李嘉芬的好朋友关国局主任秘书这个高美兰的放婚照。调工请假，无到议会去面对。故宫产业一次性的摊开来，会不会轰动全世界？政策的时候时间都很短嘛，不可能讲仔细嘛。国强已触电，批评外行，张善政赶紧出面处理。即马加做国民党总统副手人选了后，另外议员会一个新的封号叫张善后。国政顾问团的张善政出来善后。另外也有善北甲善忠。基本温呼吁不要再讲9·2共识，到了10月10号。张善政要出面背书9·2共识，重要的政策我不容这样善变。蓝营整合失败，张善政变成张善忠，替国民党来善终，来做一个替死副手。所以张善政来，到底是不是当替韩国瑜加分呢？当他的国政团的团长，那这样子曝光度已经是非常大了。所以原本会支持张善政来支持韩国瑜的人，早就进来支持了。所以我认为，如果是张善政加入韩国瑜的副手，他没有办法帮韩国瑜加到分，顶多就是勉强不失分。原本高雄议会嘛要接受韩国瑜合体争议，特别调来观光局的主笔高美兰秘书所被放婚照，用休假，我觉得那实在是羞辱高雄市议会。韩市府团队讲请假就请假，就惊加出面会加做攻击焦点，和合体争议持续落去。